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初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军方连要针对海军陆战队操演的树年船丙船的意外水平调查的结果，蔡英文总统嘛去病院慰问官兵的家属。台中市捷运建设已经完成，早起路秀园市长宣布按算要通车的时阵，勘早测顺利，才年底就通正式通车。内政部消防署今日甲大家通过国际认证，派出救难的搜救犬，举办授官解的仪式。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7月初3海军陆战队操演树年船丙船的意外，伤势较严重的3个官兵到较昨已经2个救无起来。海军司令部嘛按算下晡要对外说明这桩案件调查的结果。负责操演一个沈阳的训练教官，昨竟然也来行底路，因为家属是唔信伊会想袂开，检察官嘛决定要搁在慎重验身尸，查明事实。海军陆战队7月初3操演的时阵发生丙船意外，3个用叶克木急救的官兵内底，上兵蔡朴武甲上士陈志荣分别伫咧初5透早甲下晡宣布死亡。总统蔡英文初6下晡嘛去病院慰问家属，海军陆战队嘛表示会到3工家属来处理后事。陈志荣上士跟蔡柏宇上兵在这次操演，然后陆力的战训因公殉职，我们会全力的来办理追进因公抚恤跟治伤的相关事宜。另外，操演的训练教官之一，海军教准部战机训测中心的沈阳的军官，初5早起嘛传出自杀的消息。教准部调查了后认为讲，可能是因为摔落去的官兵是伊的学员，伊真唔甘，佮加上家己怪罪家己，才会来想袂开。检调初步判断嘛无发现明显的外伤。检察官跟法医是随即赶往现场去勘验，而且前往国军高雄左营分验相验遗体，那以及讯问相关的证人。那经初步的相验结果，遗体是无明显外伤。毋过沈阳的军官因兜的家属无相信讲伊会想袂开，佮加上现场无留遗书，所以检调为着慎重，会佮另外安排时间要佮来复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机场已经开放的旅客搬飞机。7月初3，一个菲律宾的女性，就是对马尼拉起飞，踮桃园机场照路经过，结果往香港去过长港，就诊断确定染到武汉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讲，照看对方拍算是踮菲律宾就患着病。这前后2排嘛无台湾的旅客，就是唔免去列出，就爱在家来隔开的对象。桃园机场顶个月25开放旅客转机了后，传出第一位转机的旅客确诊武汉肺炎。确诊的患者是30多岁女性菲律宾移工，伊7月初3为菲律宾马尼拉坐中型航空班机到桃园机场，然后过去香港，隔天确诊。伊伫桃机停留时间只有1点钟36分。他的感染的时间点应该在4天前，平均大概是4天前，绝对不是在台湾转机的时候被感染。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更前面。如果他是从菲律宾飞过来的话呢，那比较有可能的地点是在菲律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个案伫这班机前后2排旅客拢无台湾籍的旅客，而且伫台湾停留时间真短，判断应该是伫菲律宾被围着。目前伫桃机转机人数无济，而且地勤人员拢做好防护装备，所以无需要列出国家隔离对象。整个地勤人员，事实上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保护。就是有戴护目镜、手套跟口罩哦，所以整个应该说我们目前追踪机组员还有这个地勤人员的部分都不会列为我们的隔离的对象。根据桃机统计，最近桃机逐工转机的旅客人数差不多是300多人。指挥中心强调，目前限制转机停留时间伫8点钟之内。旅客落飞机了后，有独立动线区域，若是需要食物件、买物件，要专人伫专程监护之下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先来关心国际的大消息。7月初4，英国的酒吧、餐厅、美容院，还有戏台、理社和美术馆，限制令拢总开放了。首都伦敦西边范围内所有夜生活区，人真是客甲甜甜。警方刚才接到报案，讲食酒醉起事端咧，就上千层。嘛有美容院半暝半搁咧接待人客，因为大家拢真久无法度出门去加着头毛。防疫措施放令的第一天，英格兰的酒吧甲头毛店
透早就出现排队的人，有一寡做头毛的业者，初三饭店了后就接受注文，所以出现人客半暝去加头毛真罕见的情形。伦敦真有名的夜生活商业区苏活，为24到暗时，拢是人阵来来去去的情形。So it feels quite liberating because it's been so long, and we're all so secure with what we do, wash our hands. 社交距离的规定，为2公尺放练到1公尺。暗时有一寡人酒啉落了后，就开始出现脱衫、相拍的行为。人规个A定定，更加毋免讲是保持社交距离。人阵一直到初5早起，才渐渐离开。德文郡甲康沃尔郡的警察，就接到1000多件甲酒醉有关系举报的案件。有一寡酒吧的业者，就是烦恼这款的情形发生，所以选择继续休困。卫生大臣初5向媒体问到相关的问题的时阵，表示讲，就伊所看到的，大部分的人拢有配合规定。I think that from what I've seen, although there's some pictures to the contrary, very, very largely people have acted responsibly. And this balanced message is so important. People should enjoy summer safely, and of course the emphasis is both on enjoy and safely. 这是自1665年伦敦大瘟疫以来，英国酒吧头一届全国性关起来。营业额伫咧顶个月达到历史上上低。经济甲商业研究中心预估，解禁了后的消费，敢若是第一个拜6礼拜，酒吧的业绩会抢关75%，会来到2亿1千万英镑的规模。其他解禁的还佫有户外运动场、游乐园、图书馆、社区中心、电影院、美术馆、甲博物馆等等，民众会当出门旅行。一个人有露营的拖车去度假的地点，要去海岸线的交通车路，就出现塞车的情形。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会伫咧初8重新搁开放，爱用网络来买票，会缩减参观的人数。入馆了后，爱照3条已经规划好势的路线来行，而且鼓励民众爱挂喙罨，嘛爱保持至少2公尺的距离。The National Gallery has been closed for over 100 days. It's the longest period we've ever been closed in our nearly 200-year history. It feels amazing to be able to open safely again and to begin to let people back to see their favourite. 初5是英国公益体系国民健保服务 NHS 成立72周年的纪念日。伦敦圣乔治病院伫咧楼尾顶天基坪，医护人员排出72这个数字。日前真有名的喷火式战斗机飞过剑桥的病院顶悬，其实顶悬真清楚有写感谢你 NHS 这几个字。下晡5点，全国的民众共同替医护人员拍扑啊！剑桥的公主因翁仔某嘛去病院，甲医护人员做伙食下晡的点心，感谢因伫咧这段防疫艰难的时期所付出的辛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澳洲东南边2个省份 Victoria 和 New South Wales， 因为武汉肺炎又搁咧传，但已经宣布对明仔暗开始封锁和外围的出入往来，甚至病情拖了上较严重的范围，搁有大楼禁止民众袂当随意出门行搭。另外，西班牙国内嘛有2个自治区，因为染病患者增加，重新宣布搁再封城了。就算是拜6礼拜，行路的民众嘛无偌济。西班牙顶个月头一个解封的地区加利西亚自治区发生真侪件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北海岸卢戈地区的艾玛利纳镇，拄初5半暝开始，搁一改封城5天。当知影消息了后，有真侪游客烦恼行程会去受到影响。Nosotros venimos de Madrid, podemos quedarnos hasta el viernes que viene, pero queremos saber si se puede salir el viernes que viene.Si tenemos que ir a trabajar, cómo tenemos que hacer, o si esto se corta ahí el viernes o continúa. 目前加利西亚自治区超有半数的确诊病例拢伫卢戈，大部分拢搁甲酒吧有关系。新的封城令估计去影响到7万人。前一天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有20万居民的塞戈利亚，嘛因为病例增加，转来重新封锁。Pues ha sido de sorpresa, sí, nos ha pillado, estábamos.En la torre, bueno, que se llama la torre a la finca. 禁令唔但禁止民众出入，佮包括袂当进行超过10个人以上的聚会，袂当去长照中心，出门必须要挂喙罨。过去3礼拜以来，西班牙地被死亡的病例是降低真侪，毋过才重新向国外开放边境地点2礼拜尔。就佮有地区因为疫情压起来转来封锁，会研究警报的，还有澳洲大城墨尔本。Locked inside, residents of 9 public housing towers are facing a grim reality. 维多利亚州测试新增加病例超过100例，其中30件案件甲墨尔本
的国民主题有关系。北墨尔本和弗雷明顿地区超有3000个工会居民，拄测是下晡开始禁止出门，敢若有要食事、甲做工课会当离开大楼。4个位上无5摆经历伫遐驻守，以防有人违反禁令。I don't for a moment underestimate how challenging, how traumatic in some respects that will be for those 3,000 residents. 维多利亚州长伫咧记者会指出，禁令尚未实施5天，毋过嘛坦白讲，上长有可能实施2礼拜。相反，因为病例增加真济，初7半暝开始，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斯省的边界会实施100年以来头一届的封锁令。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中国南平已经20外个省份因为大雨落袂后严重造水灾。中江所路经过山腰较深、水路真矮的所在，人讲号做中江三峡。中国有借这款地势所建设的水坝，顶日还有下水，才来造成水尾乌北宜昌市阴愈忝。到底三峡的水坝敢会堪得大雨一直灌？众人嘛拢斟酌伫咧观察。大水就要将厝淹去，另外一边水淹超过2公尺，居民苦苦等待救援。中国南方为6月开始一直落大雨，中国气象局连续发布暴雨那是有警超过1个月，到7月初，中国还有19个省份超过300条河川水位超过警戒线，其中江苏、安徽甲湖北省的落雨量比去年同期悬出1倍以上，大雨也露出了三峡大坝的轨迹。受长江中上游强降雨的影响，进入三峡水库的水量持续增多。昨天，三峡大坝开启了2个深孔，加大下泄流量，这也是今年以来三峡水库首次泄洪。大水淹过三峡大坝水尾的湖北省宜昌市，外界怀疑甲大坝偷泄洪有关系，一直到6月至9官方才承认有这代志。在中江水头支流芰江中庆段，6月才经过80年来上大大水，水位当时捌超过洪水位5公尺。到7月，中庆大雨一直无停，各爆发大规模土石流，初日就正式启动，水旱灾害防护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10点，长江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5万立方米每秒，形成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今天11点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2003年大坝大启用时阵，中国公司有发电、航运、南水北调甲防洪等5大功能。官方媒体为大坝用抵挡万年才会水灾改喙变成抵挡百年才会大水。不过今年中江流域才面临数10年来上大的水灾，三峡大坝都放弃轨迹。中国有名水利专家王维禄表示，大坝的设计、建造甲验收拢是同一批人。也佮讲已经为实际情形验证无法度防洪，建议民众也是学日本人随时准备好道承包较实际。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来讲，振兴3倍券的反应是相当好，已经有超过650万的民众注文好啊。过来7月15到，嘛通直接去邮局领。交通部林佳龙部长讲，伊就是要去邮局其中一个。文化部李永德部长是讲，伊要入落去卡片内底用。再去因乡人就是陪伴蔡英文总统去参加国立台湾博物馆铁路部门园区的开幕。蔡总统佫特别指出讲，铁路的文化正是台湾一项重要的资产。请推动，启动摩登世纪台博。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开幕，总统蔡英文伫文化部长李永德、交通部长林佳龙的陪同下出席。这个摆是日本时代铁道部园区2007年后指定是国定古迹。见证台湾交通发展的历程，蔡英文致辞的时阵表示，这是一个大家安排参观的重要文化资产。经过了16年的努力，台博馆的铁道部园区终于完成修复，正式开幕了。在我们防疫新生活的阶段，大家一起来拼经济、拼振兴、拼国旅观光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台湾的丰富文化的资产。展开防疫新生活，行政院发放的振兴3倍券，7月初1开放预定。根据经济部统计，到初6早起11点为止，预定纸本的有528万份，选定数位的有123万份。大家拢赶紧落定，邮局嘛要伫7月15开放领取。交通部长林佳龙计划选伫第2批去邮局领。因为交通部所属的中华邮政公司也负责发放3倍券，所以我打算找个时间去邮局领。那当然我希望也能够就是在第2波
比较偏向用数位。哦，怎么说？对，因为数位哈，其实比较方便了，不用再去领了。文化部长李永德是爱用数位，为了当时振兴艺文产业，文化部嘛为10倍推出200万份的易放券，开放民众来使用。记者郭在台北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火车，说火车，咱知影讲唱冠线的火车一个建设落去，确实真侪人毋捌看过遮尔稀罕先进的交通建设。毋只4句人嘛用火车做主题。当然啦，国政啊捌甲你讲起，内底吼虽然是建景，毋过心内是伤情。讲火车是拢咧讲男女间的感情。咱来听日本时代的4句人头一趴，咱来讲火车要行剑潭庙，剑潭就来明治桥，当来为歌互人笑，搁再复古看无着。原来这就是咱永早捌讲过，火车行一线，烫对淡水去。即摆已经无火车，已经改做捷运电车咯。当阵火车经过剑潭庙，咱讲剑潭拜观音妈的剑潭故事。剑潭落来就是倒位，就是明治桥。即当阵所讲的中山桥。毋过后壁这2句见景相承，是咧讲吼，阿娘啊，当来为歌互人笑，我心肝拢要凭你所互人笑。笑讲吼，迄个臭贱的查某，当来为歌互人笑，我心肝拢活哩啊，搁再复歌看无着。你嘛无甲我保笑，你嘛无甲我捧伫咧手中心，甲我珍惜咧。你嘛看我无目地呢，实在可怜，实在惨切。啊，无法度，人讲水歹无彼此，爱着较惨死。尤其火车，就是一个2个人分离的所在。毋则过去嘛有迄个4句人咧讲男女间坐火车，甲对方要相识，安怎样描写？讲双脚行到火车顶，双手放伫窗仔前，歹心车长外侥幸，无通加停5分钟。对啦，双脚吼行去到火车顶，咱都要分开，要相识啊咧。我双手搁放伫咧窗仔前，较早无迄个自强号、济公号，无迄个快速的区间车，窗仔听我拓开啦，毋是亲像即马国政所讲遮的快车，你窗仔门免安拓开，毋则讲吼。一个双手放伫窗仔前，另外一个徛伫倒位，徛伫月台边，因为你都拍月台票对咱入来哩。结果吼，车长安尼歹心外侥幸，时间到啊，车就爱开啊，无通加停5分钟，听到车铃声伫咧弹，讲车长你哪会遮歹心？实在车都毋是干那你一个人咧坐啊，恁2个要分离，车嘛是就爱开啊。过来讲第3趴4句人，咱真趣味，讲火车行到阿公店。无饲海水毋知咸，阿君找娘无走险，阿娘找君海望尖，共款咧讲娘对君的是个心情，亲像即摆少年家咧讲咱手机啊互相信息传来传去，来去，你传互我1秒间就甲你回啊，我望你就甲你回啊，这叫做阿君找娘无走险，我毋捌咧走险啦，结果我传互你，你会哪毋呢？阿娘找君海望尖，实在讲。爱着较惨死，即个4句人讲甲是明拄明。过来，共款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顶礼拜5，监察委员的提名人去国会，要拜访各党的立委请求支持。国民党的党团煞招真侪人围点立法院的门骹口长等。袂像立军这边，王定宇和陈柏惟2个立委跳出来讲，现场因有看到穿乌衫来路不明的人士咧参加。早起国民党规气要求所有的国会助理拢穿乌衫，出来抗议2位立委讲因有失言。超过100外的国民党团国会助理穿乌衫，早起伫咧立法院议场头前抗议，甲手lin的助理证掠互官员表达因的不满，因为台湾基进党陈柏惟找衫伫咧人面册铺国民党抗议的相片，讲到拿赢找穿乌衫的人去立法院的外口，要反对监察院院长提名人。王定宇嘛放真侪张相片，讲国民党找真侪来路不明的人士去立法院乱。不过，因讲的穿乌衫的人，其实全部拢是南亚立委的助理。我们不是酒店卫士，我们也不是黑衣人。今天穿着的黑色衣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抗议。然后呢，我们希望说2位委员不要再抹黑，你们用你们的网络声量抹黑助理，用以大欺小的方式，我们深深以为不耻。而且躲在键盘后面来抹黑人，坦白讲，在我来看是一个操死啊！
国民党团要求陈柏惟甲王定宇一家人爱随会室的，批评因讲是大汉的欺负细汉的，敢若假币伫咧电脑甲键盘的后壁，利用因家己网络的声量造谣霸凌。那王定宇也针对这点来反击。现在还敢站出来，用助理站到第一线，这些国民党团的助理越这样表现，只越凸显一件事情：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实在是用功又没有战力，只是把助理推上第一线的无能惯老板。王定宇强调讲，无论是伫咧议事厅，或者是伫判院内底，便若是有议事攻防、协商，或者是激烈的冲突，拢应该是由委员甲委员之间来处理。助理并无权力来介入，认为国民党带领助理来主动，若是无适当，嘛违反国会运作的原则。记者综合报道。7月初3，新北市卫生局所聘用一个查某职员，直接爬起伫卫生局楼尾顶，坠落楼骹来不幸。有成点 Facebook 发表上千字的文章，表明讲捌去互一个长官，就是伫咧一间物理治疗所担任执行长的某人逼奸操大身躯，但检调机关也已经介入调查当中了。新北市卫生局一个女性的诱骗员工，初3半暝伫卫生局的楼尾顶跳楼死亡。伊在生进前捌伫人面找讲，去互前长官某一个物理治疗所的执行长来侵犯，而且要求交往，互伊真痛苦。发生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不舍。那这整件事情呢，现在真的是已经进到了检调的侦办。查某官员跳楼了后，卫生局嘛发声明讲，专案已经进入检调调查。代志发生进前捌甲伊约谈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表示，针对这件代志，伊真心痛，嘛已经下令警察单位赶紧调查清楚。这个查某员工伫咧人面册表示，伊家己伫咧读过房书记的《初恋乐园》这本册了后，才知影讲家己暗砍，无甲去用侵犯的过程公布的心境甲资格共款。嘛坦白讲，愿意用这条命，互真相公开，就那像是房书记的翻版，引起各界注意。我们这位同仁呢，他平常工作是很认真的，他跟同仁的相处也都没有问题。工作的这个表现这边没有任何的异状。新北市卫生局嘛指出，根据了解，查某员工去用侵犯应该发生伫咧2年前一份工课时阵，若是转入新北卫生局了后，也是负责长照业务，甲这个执行长有疑似密切的往来。若是互点名的物理治疗所嘛伫咧面册发声明讲，认为这个女性伫咧面册发布的内容毋是事实，佮讲跳楼死亡是意外事件。文章尾也佮祈愿女性伫咧天国平安快乐，而且宣布已经解除执行长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天气烧热，台湾电力公司嘛咧暗讲，这礼拜用电的总量会阁超过5日这翕项期间。台中火力发电厂兄青土团的机组重新运转这条台，前端是还未收线。时代力量的陈椒华立委当嘛联合环保团体打出来讲，望政府都要更较重视绿色能源，加找一寡所在设太阳能的发电帮，才是要紧。中火争议小滚滚，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甲时代力量立委批评，中央甲地方干了出一支嘴，因认为伫备用电力充足之下，免重启中火燃煤机组，若无会造成台中彰化甲南投空气品质恶化。假使要解决欠电的问题，北台湾甲全台都应该加速设置促定型太阳能供电。如果要去这个应付所谓夏季尖峰用电的不足，不需要去启动中南部的火力发电厂，就是要设置更多的太阳能屋顶。太阳比较大的时候，甚至已经高达7.5% 以上。那7.5%什么意思？就是1.5座核电厂的强度。环保团体认为，5月初用电量创新高，台电讲用电无问题。6月底煞雄雄重启中火2号机，互外界真怀疑，台电回应一直拢是保证热天运转9部机组，冬天上侪运转7部机组，都亲像一个篮球队的运作方式。伫热天的时阵，爱维修天然气的机组。我们今天限制的机组不准发电，就好像板凳的球员不能上场。那么上场的球员，不管体力也好，或者是万一他受伤了，都难以替换。所以我们认为，台东电厂的10部机组，透过轮流的启动、轮流的下去维修，兼顾空污，也是兼顾了稳定供电。时代力量认为，备转容量偌济才有够，要根据专家甲科学判断，临时台电想要安怎定就安怎定。台电回应，社会共识是希望备转容量保持伫10%。
卡苏要定备转用用达，爱开专家会议做讨论。另外，台电也有估这礼拜用电因为天气真热，一个创新悬，会拍拼维持用电的平稳。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台中的消息，台中市捷运建设已经完成。早起罗秀燕市长亲身去北屯捷运机场视察，佮兼宣布未来票价假按算要通车的时阵，勘早一切顺利者，年底就通正式通车。嘛有市议员咧提议讲，就要邀请总统、交通部长，佮有过去历任的市长拢来参加通车的典礼。罗市长嘛有因讲安尼好。基于这份的车厢，台中市长罗秀燕透过对工机甲工作人员来对话。绿线能够顺利的完工通车，市民朋友交通大发达。台中市议会甲市政府官员6号的上午到北屯的这份机场来看台中这份完工了后的情形。相关的机电甲轨道的运作拢做过完整的测试。台中市长罗秀燕正式对外宣布，后个月就应进行初勘。如果一切若顺利，年底就应如期来通车。我们的起跳价是20块钱，那每2公里再加5块钱，我们会组成机电、土建、营运等的团队准备好这个初勘的这个作业台中市政府正式宣布，台中这运的起站票价是20块，同时佮送出大好康的，试营运初期免费予民众来坐，同时嘛会进行公车路线的调整，来接民众往返更较便利。那我们的捷运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我讲它是最新最好的那第二个它虽然是中运量，但是它比一般中运量还要宽敞，那设施还要新颖。欢迎大家来搭乘，所以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的免费台中这运为规划到完工，经过了10年，面对议员提议，通车时阵邀请历任的哪里市长、交通部长甲总统，罗秀燕有淡薄丢除了，承诺邀请，中捷通车。经过了过路界的延后，这届台中市政府信心满满，要拼年底如期上路。记者综合报道。顶月日的23迄天，台南关庙发生一桩火烧的案件，公孙3地人有4个不幸消息。本地外界拢抓准讲是厝内电器所引起的意外，结果经过警方和消防单位追查了后，发觉真有可能是人去放火。总是上届有嫌疑，一个姓张的某人火烧过灯工，家己煞行底路离开去了。一场大火甲厝烧了了，造成祖孙3代4个人过身的悲剧。顶个月23发生伫咧关庙花园里的人家厝火警，原本就是单纯的电器小拍电，但是经过检警、消防深入调查，案情并撇真有可能是有人挑工来放火。这个人比较可疑的地方，是因为他的右手掌有烧烫伤的痕迹。陪同之下，我们进去搜索这个张姓男子的住屋处，那里面有发现一个白色的里面有残留有这个汽油的汽油桶，所以我们研判这名男子的这个涉案程度很高。顶个月24，关庙地区发生一桩姓张的查甫人自杀的案件。警方厘清伊甲火场伤者的感情关系，而且查出姓张的查甫人捌去这间人家厝吵吵闹闹。事发进前，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佫出现伫咧导火面体附近，无偌久厝就烧起来。警方甲伊列做重大嫌疑人。附近的厝边嘛讲，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常常走来遮闹事。我是有听说啦，但是实际上怎样，因为我没在场，我也不知道。前个月啊，迄阵来吵个月啊，伊有来现场遐个啦，来遐看用尸体出来个啦。是哦。人唔知伊放的啦，伊遐人借钱讲伊要走路的。警方表示，一开始发现姓张的查甫人手里有烧烫伤的痕迹，才会来起疑心。加上伊捌甲朋友讲，伊身躯顶爱4条人命。借钱讲要走路，后来煞自杀，敢是因为畏罪才会来自杀，也搁爱等待厘清。不过，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已经过身，无法度对证。检警消防嘛，敢会当透过火调来找出原因，透过科学的证据来甲案情的真相找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关心台湾失业的人口已经将近50万人。行政院主计总处上届新统计资料指出，讲5月份当伫咧失业的民众，平均册拢已经有23礼拜外因无头路。尤其头一摆出社会要求职，这个少年辈搁较严重，就要经过27礼拜，就是超过半冬，才有法度找到一位去带，开始有工课做。
今年25岁，赵燕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毕业的硕士，原本毕业进前已经录取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的工作，伊在4月份开始上班。想不到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互伊决定放弃工作机会，提早伫咧1月份返来台湾。目前也搁伫咧找工作，伊决定讲要先充实家己，再过来找头路。整个时间规划上面都被打乱了，然后再来，因为我学金融的嘛，所以我也预期到就是之后企业的征才会非常的保守。若是即个去年才打入军中退伍的罗先生，打开始找头路是一直无结果，后来伫咧台北市青年这个发展中心的斗三港之下，顺利伫咧疫情发生进前，摕到传统产业工程师的工课。大概花了1个多月在打电话，对，就是跟那个理想的工作单位联系，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局限在原本的设定的工作上。台湾的失业人口要到50万人，无薪假的人数增加，工课是真好找，就算讲真侪打毕业的学生提早找工课。不过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统计显示，5月份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数达到23.6礼拜，甲前个月比起来是延长1礼拜。其中头一届找头路的人是27.1礼拜，差不多是190天，比4月份是延长2.2礼拜。也就是讲，打毕业的学生要找到工课，要用6个月的时间。若是今年1月份到5月份，台北市29岁以下新登记的求职人数嘛达到7479个人，比去年同期成长44%。先找到自己的定位，那么找到定位之后，也许你还可以再去做其他的专业的训练跟服务。就目前各方的数据来看，应该还是增加的很有限。有一些传统那种餐厅重新营业，但是他们大概就把原来的老员工召回嘛。学者认为讲，随望过来疫情控制甲真好，政府嘛积极推动防疫新生活，鼓励民众消费。不过像讲餐饮观光业，伫咧前半年生理是受到真大影响。就算讲即马重新开放营业，真侪头家也阁是毋敢招新人，想要求职的毕业生，待业期可能会阁悠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医药的消息，现代人电脑、手机接看，目睭会蒙会雾，目睭前的浮乌影，这款白茫仔症的患者嘛愈来愈少年。台湾的专家已经和日本医学界合作，研究出往来木瓜和无花果内底有3种酵素，若照固定的比例3甲做伙，白茫仔症的患者食3个月就知影通改善。目前也有摕到美国的专利了。像蠓仔的形体、肤色的影，出现伫咧原本无应该出现的所在，这是得着白蠓症的患者现在看到的影像。若是无积极治疗，我去甲查，视网膜可能会出问题，甚至会有青霉的风险。本来一开始是前面有小黑影，就是黑，然后后来到后期很严重的时候，你会觉得眼前好像有蚊子在飞这样。也有统计发现到，就是说你有飞蚊症，那晚上开车的话，有7%的人会因为开车看不清楚而发生车祸而死亡，那11%会突然间会看不见。英国民众得着白蠓症，医师拢会要求患者爱定期回诊甲观察，希望患者会当豆豆适应白蠓症，或者是家己吸收。不过风险是患者可能会看物件哪来哪无清楚，甚至产生玻璃体的问题，甲黄斑出现裂缝，这是真好治疗。不过台湾甲日本的医药界合作有重大的发现，研究团队指出，往来木瓜甲无花果3种酵素。按特定的比例透蓝做伙，为人体的试验结果来看，会当处理玻璃体落去的问题，减少白蠓症的产生，有效的清除我们眼睛玻璃体里面混杂排列的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玻尿酸，把这些清除掉之后，那可以让飞蚊症的比率降到最低。不过，这类的药啊，敢是会当真正改善白蠓症？营养师建议讲，要是要加食寡清晰的菜色，补充叶黄素、甲红菜头素会较好。像是菠菜啊，像我们现在常吃很便宜的地瓜叶啊，好，或是说像花椰菜啊，好，或是说像南瓜，那这些绿色或黄色的蔬菜里面，其实都含有很丰富的叶黄素。医师表示，会得到白蠓症，主要是甲年龄甲老化有关系，也佮有甲过度使用电子产品有关系。建议民众平常时嘛是爱有互目睭休困的时间，目睭若无爽快的时阵，就爱找医师治疗，而且定期追踪观察，才会当预防目睭无正常来退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去年中央研究院的专家嘛证实讲，北部的大屯山是活火山，但是1万冬来有喷发的可能性。
中央气象局咱嘛已经设计出火山喷发的通知，分作青、黄、红、灯号三坎。若是已经有可能的喷发的危险，嘛会赶紧发手机的简讯，通知民众都要疏散撤开。按算年底这项通知的系统就会开始实施了。去年中研院研究团队的研究指出，大屯火山甲龟山都是活火山。佮讲大屯火山群出现若像动物心跳这款周期性的地动，研判大屯山1万年以来有喷发的可能。就算学界大部分拢认为讲，抑搁伫咧休眠的状态，毋过也是需要关切注意。现在伊嘛已经核定火山灾防计划，由气象局建立火山喷发的预警警戒。因为召集人是中央气象局的局长，活动的异常现象也更激烈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召开这个火山专家咨询会议，改为红色的，也就是2级的这个火山的灯号。气象局地动测报中心表示，目前已经规划青、黄、红3级警示，其中青灯的状态表示状况正常，黄灯是1级注意，表示观测数值出现无正常，红灯是2级警戒，表示讲火山的数值明显无正常，评估有喷发的可能性，也是讲已经有喷发的现象。若是出现黄灯、红灯，得透过细胞电信来向全国发布警讯。火山的喷发它是绝对是可以预测的，甚至3个月前，有的还可以在半年前，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它的迹象。地动测报中心表示，大屯火山的活动多加，爱民众唔免惊吓，但是无代表讲绝对无喷发的可能。目前已经有设登记观测单位，包括地调所，还有科技部辖下的大屯火山观测站，还有气象局拢会监测火山活动的相关数值。若是有无正常，火山专家咨询小组会提早发布电号来警示，赶紧疏散，也是撤离，避免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早起内政部消防署甲6架已经通过国际上界悬的 MRT 认证，迄款派出去救难的搜救犬举办授冠阶的典礼。其中一只上界车型的搜救犬铁熊，因为考试有通过，排甲2线1青的冠阶。另外嘛有4只已经要退休的搜救犬，会送去甲因领养的民众处理，安享老年。请部长呢，我们铁熊系上2星1线的领巾。分别替搜救员甲搜救犬甲奖奖甲领囡仔，代表6只搜救犬通过上悬阶级的 MRT 认证。便若发生大地动的时阵，拢会当看到搜救犬伫咧残破的建筑物当中超出还阁活的人。受戒搜救犬当中，铁熊因为通过复试，封受2线1青阶级。像我的例子，我是第1天的一开始跟最后1天的最后，所以我中间大概等了将近1天多都没有事情，然后随时都在准备这样子。MRT 的认证无分每日限时36点钟，伫咧7种场地超吹。目前国际有54只通过 MRT 认证的搜救犬，其中亚洲的7只，都有6只伫咧台湾，而且全国通过 IRO 认证的搜救犬有31只。将手中的牵绳交付给认养家庭，把所有交互认养的家庭，现场毛4只公营毒液的搜救犬，互民众认养。地震来了，就不要再等我们了，好好去享福吧。我们小朋友说他们想要认领，我跟他讲说，机会让给别人。就是对。他虽然已经9岁了，可是还是跟年轻的狗狗差不多，体力还是很好。经过3阶段审核，而且亲身去认养人的家庭访视，希望毒液搜救犬会当享受退休的生活，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记者综合报道。这站早冬稻啊，当咧收，咱来看彰化县丰苑一个姓施的农民种4分外地，顶礼拜6煞拢去互人偷收去。买手警方对查才发觉讲，原来是施先生的朋友无经过伊同意去甲收的。苗栗头屋者收一个64岁黄先生，去互发觉昏倒伫咧农地边。警方判断讲，可能是去互烧稻草的火砸甲昏去。原本黄莹莹佮8岁的稻啊，即马规个光噜噜。农民看了是真生气，佮无奈。明明佮几工仔都要收成，即马煞疑似变做賊仔下手的目标，互附近的农民真紧张。敢会是偷挂稻仔的集团所为？旁边的我遇过，你遇过怎么样？遇过不敢偷过。阮来同时讲要挂你的稻仔。最近当是早冬稻仔收成的时机，彰化丰苑煞传出疑似稻仔去互偷挂的情形。姓施的农民种4分地的稻仔，原本按算初6要挂稻仔，不过煞伫咧初4的时阵，发现稻仔全部拢无去。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已经找到疑似偷挂稻仔的男性。施姓农民有向他表示，
这一块田如果稻子成熟就可以收割。但是他在收割之前没有经过征得实习农民的同意。警方表示，这一项偷挂的稻仔差不多有6000多斤。偷挂稻仔的人甲农民虽然是朋友的关系，不过因为稻仔已经互伊卖去，落尾警方以窃盗罪甲伊送法办。另外，伫咧苗栗头屋有一个男性种地时阵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伫咧暗时赶去苗栗头屋这个山区，涂骹有真侪所在拢已经烧甲臭灰焦，就连割草机嘛烧歹去。有一个姓黄的64岁的男性倒伫咧边啊，家属甲警方报案讲，初4姓黄的男性去山顶种地了后就无转去。警察半暝接到报案，初5发现这个男性分尸几个所在烧着伤，已经死亡。该处山坡地大面积杂草都燃烧殆尽，研判有可能是浓烟导致当事人闪避不及。警方初步排除伊是去用抬死的。警方认为讲，这个男性烧草的时阵有去砸着伤，或者是天气伤热着晒，所以身体无爽快。提醒民众温度真悬的时阵，若要做事，除了预防晒着伤以外，嘛要避免大面积的炭烧来引发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公园来讲森林，这段时间森林馆沿海真侪窟仔内所饲的蛤蟆，拢死超过一半。原来就是因为顶站门啊，互地势水底盐分改变，雨水落雪，日头搁晒，窟仔内水的成分却愈快恶化。但县府的农业处已经提醒养殖业，就要放杀的鱼，也是石斑落去淋咧饲，讲安尼就通保持水质，减少损失。饲蛤蟆的人员，甲这已经会当收成的蛤蟆做筛选甲分级，不过详细看，虽有真侪蛤蟆是空壳。当地养殖户表示，受到前一阵猛整雨季的影响，用海水饲的蛤蟆，互大量的雨水灌入去，水质熊熊改变，出现真侪蛤蟆死亡的情形。大概1/3的淡水，你原来的池水变淡就变成差1倍了，所以它突然间变化掉了，所以它也会感到不适。你按照讲偌多啦，按算了咧100万的，你马存无30万。森林馆农业处表示，馆内饲蛤蟆的面积有3000公顷，占全国6成。不过受到5月份连续落大雨的影响，造成沿海饲蛤蟆的窟仔水质变较正，蛤蟆的免疫力变较歹。最近有养殖户伫咧收成，不过所发现讲损失真大。因为天气比较热，水温有比较提高，所以水的含氧量有降低，再加上前些日子的豪雨导致我们的水质有些影响，让文蛤的免疫力有降低的状况。那还有一个就是藻弧菌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文蛤有死亡率有达50%。农业处表示，最近这几年蛤蟆伫咧热天大量死亡，已经是真事常，会当透过管控养殖的密度，甲避免饲料放了过量来生细菌。另外，嘛会当透过饲沙目鱼、石斑等等的鱼仔类，甲窟仔内底的螺仔甲草蛇类食掉，才会当对蛤蟆的成长有帮助，来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讲种做，说种做，行政院农委会有计划要开放果杀草这款农药，互种红豆的农民去运用。外界嘛伫咧关心这款药剂的安全问题。但早起农委会就召开专家会议，针对果杀草可能影响到环境甲人体作用讨论详细。过来农委会也直接找农民当面沟通探讨，收集种人宝贵的意见。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拉力，希望说鼓励农民做友善的耕作。那农委会的立场也是减少使用农药，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要给农友有一个安全的方法，比让他们去乱用来得好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增加这个菇杀草的使用？农民在有需求的时候，如果必要用，那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方法。主管机关咧研究要开放果杀草，不过嘛要规定漏点农作物顶头的含量，爱伫咧2.0 ppm 以下，搁约束7天安全的采收期。再来讲，台东县环保局为了减少塑胶的用量，但今年推出加派1公斤塑胶干仔回收的活动，请去绿岛佚佗的旅客倒派回收品返来台湾。另外，嘛搁推动饮用水分享，让旅客有所在免费食水，减少使用塑胶干仔。热人受欢迎的离岛旅游景点绿岛，不管是伫陆地也是海边啊，拢会看到一阵一阵的游客咧欣赏美丽的大海。但是天气热，大家拢早塑胶干仔装饮料挤嘴焦。绿岛的超商门口行出来游客嘛，差不多拢是一人灌一罐。绿岛乡公所统计，旅游大过1到
逐工收到2吨外的垃圾，大约有7成是塑胶干仔类的回收物，清洁队员都要开1倍的时间来分类，产生垃圾处理的压力。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保特瓶的部分，还有一些纸类的部分。台东县环保局为了降低离岛的垃圾量，尤其是会当回收的塑胶干仔，今年大力推测，让离岛游客加爱1公斤等来本岛的活动，大部分的游客拢真热烈的回应。因为我们来也有制造一点垃圾。你的一小步就是地球的一大步。环保局甲乡公所佮合作推出绿岛饮用水共享平台计划，做出会当免费啉水的地图。目前有42间机关学校、民宿甲饭店业者加入，让游客会当随时来抵水，减少塑胶干仔的使用。不过加水站可能嘛是无够。那它的水质会由环保局这边定期来做检验的把关，持续再来推广，包括一些郊外的景点。绿岛当年大约有34万的游客入去佚佗，大过的假日可能一天就有3000外人。绿岛乡公所表示，目前已经启动垃圾外运。但是资源回收的垃圾量也是降不落来，呼吁游客家己早干那滴水，家绿岛斗3工减少塑胶量。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过去农民收成了，会甲田林所剩的稻草啦、笋壳啦，拢放火烧。等工研院就甲这的农业废弃物转化做有路用的好空气。因也准备要伫咧南投设一搭头一位专门净化空气污染的场所。飞落来笋壳、稻壳无路用的锅仔包，这拢是准备提去单调的垃圾。不过，工研院李秀兰博士甲相关学术单位共同拍拼，研究出利用农业废弃物当中的有机质甲碳元素转化臭氧，净化空气污染。我们还有一个研究成果，就是要把农业的废弃物，包括稻谷的部分，或者是我们菇类的废弃物，做成各式各样的碳，在许多医疗或者是空气滤清器等这些的使用，那我们也会在今年就成立这样的一个各式各样的农业废弃物的这个碳的这个生产基地。台湾每年产生数百万吨的农业废弃物，这个研究结果会当解决问题。农委会嘛，预计伫南投成立富氧碳化场域，加上经济部中台湾创新园区的研究室嘛伫遮，希望会当实际运用农业科技。就是我们的农业废弃物是有机质，那在碳化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取得了富氧碳化的专利。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碳化的机器，并不是无氧的机质，是有氧的，它可以转化臭氧空气变成好的空气。台湾土地并无大，但是物产丰富。如果会当将农业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唔乃当提悬农民处理的意愿，乃当减少垃圾问题。如今研究出转化臭氧的技术，同时兼顾环保甲产业发展，乃当和农业废弃物变成黄金。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台湾土地无宽，毋过物产丰富。这句话毋是讲天讲地讲后遐讲本地呢。后人讲叫做活化石。除了金门以外，台湾多数敢若踮芬嘉南海边靠底看。昨日屏东恒春才有渔民竟然伫咧外海掠到一只3公斤重的蚝。嘉义县的布地环保局嘛，当伫咧甲中央争取经费，讲要起蚝的保育馆。透过控制咸度的海水来饲蚝，嘉义县布地新营国小是嘉义县目前提供蚝保育教育的学校。嘉义县环保局向林园局申请太阳能回馈金，要伫咧做蚝保育的新营国小蚝生态保育馆。它的一个效益呢，其实就是可以开放给我们全县甚至全国各地对于这样子后保育有兴趣的学校呢，都能够来了解在后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古生物的一个特性那进而达到我们保育的一个目标。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长期伫布地沿海做幼鳌护幼的调查，去年阁发现14只幼鳌是台湾本岛4年来再度出现的野生幼鳌。协会就表示，环境的保护甲鳌的生长有密切的关系。很多国家都还不敢把后列入保育类，因为一旦列入使用后期就是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大的困境。这个物种已经快没有了，又没办法去保育它，然后要做人工复育，其实难度也相当高。嘉义县政府环保局指出，保育馆的预算总共是3000多万，会分3期来建设。这个鳌保育馆完工以后，嘛是台湾本岛内第一个唯一咧做鳌护育的场所，对教育沿海环境甲鳌的生态，拢有当提供更较完整的教育功能。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环境保育公园，咱来讲体育。花莲因为长期间交通有较不便，咧训练乒乓无教练，培养选手也是讲比赛拢都要去外县市。当乒乓界有一个24岁查某选手林志小姐，伊特别专工倒转去到故乡花莲开乒乓的教室，望讲会当出一点力。表情真自信，真有耐心的甲校员练习。这个今年24岁，伫乒乓界红号做美丽宝贝林子，其实才拿到台湾师范大学毕业2年，但是伊的成绩真侪，把是全国大专杯女子组排名第6名。目前伫咧花莲开乒乓教室。因为花莲的选手真的比较少，所以相对同才对练机会也会比较少一点，然后球路也不会到这么广。其实相对教练他们也不会想要来花莲。林志拄国校2年就开始拍乒乓，到高中就因为花莲无教练，所以才去外县市。因为感慨故乡无乒乓资源，转来放弃台北的工课。捌是国手的小学妹买来甲伊斗3工，做伙服务偏乡地区想要学乒乓的人。花莲的教练不多，然后比赛也比较少，我觉得很棒，因为这样花莲就多了一个选择。毋过创业真困难，花莲要学乒乓的人真正无济，佮加上钟点费1点钟干了400-500，甲城市的资源差真济。毋过嘛，互学员真感动。要牺牲他可能北部有更好的发展，这样的精神是很敬佩的。若是花莲因为长期交通不方便，地区选手拢必须去外县市比赛。乒乓项目会当继续的伫高中以后无甲一成，嘛因为安尼伫咧花莲的体育比赛当中，去用好做弱势，互人感觉真可惜。记者综合报道。来开讲，台南北门出名伊伫乌骹病王金河医师，还有创作关仔岭之恋的音乐家吴振怀，因的古早厝景致到底啥款？公视台语台开台满1周年。特别策划这间厝迄个人的台语纪录片，大声对台南起行，采访6个历史名人在生所住的所在，经过镜头，互大家来回想因生命故事的过程。几位病人乌骹病厝，去到还未到远，就听到这病人哀嚎的声音。查某囝豆豆讲出50年代的台南，伊的爸爸王金河医师，逐日拢为着治乌骹病的病人无用气气。红称作乌骹病之父的王金河，是这间厝迄个人其中一位主角。另外，阁有延平地带文学代表作家吴新莹，和台语音乐大师吴振怀。振怀，伊对伊生命可能真清楚。日本时代唯一的台湾籍家长牛道，阁有早期台南重要的生理人柯宗春，以及南台湾重要的画家刘启祥，拢总是这间厝迄个人纪录底片中的主角。透过这一次的机会，透过这个房子，然后我们去看到这些人为台湾做的事情，然后台湾精神，我感觉起来是最好的、真感动的一个代志。台南这个所在对这方面上重视，一寡名人有名的人，其实咱足侪人拢唔捌的，但是大家拢觉得伊这人其实对台湾做有贡献。第一代台长卢东喜强调，这一系列的纪录底片先按台南起行，未来会继续记录和推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仔日大只良心圆仔迎接7岁生日，尤其因妈妈圆圆6月28，才阁生一只幼型仔囝，圆仔嘛升格起来做阿姊。虽然今日摆拄好是大良心馆休馆，不过动物园遮嘛邀请上百个粉丝做伙来替伊做生日，大家热烈欢喜。大鸟型圆仔迎接7岁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准备烘臭豆腐、大肠包小肠，也有水果、甘蔗做的珍珠奶茶等7种真有代表的台湾小食，也有特别的生日鸡卵糕为圆仔来做生日。元仔最近就是有少女情怀，所以他跟妈妈一样，就有一点点假孕的症状，所以他还在假孕的尾巴，所以对于食物的品相或者是吃的时间点都会比较挑剔，所以也很抱歉没有办法看到以往这个更小的时候这种直接扑倒大吃大喝的画面，今天就没有办法。因为圆仔无亲像过去共款大食大啉，也有人真烦恼，是毋是因为妈妈伫6月28生伊的妹妹，才互伊食醋？院方指出，这是因为家有新才会食较少。虽然初六这一天都是大良心馆休困，不过要求近100人来参加，也公布甲四川恶良的保育员连线，也有民众是特别排班休困，就是要来甲圆仔庆生。
新竹来哦，祝月彩生日快乐，然后祝福大家很高兴可以当姐姐这样子，因为她有个妹妹了。第一次知道她要过生日，有举办活动，然后就想过来就是开心一下，祝她生日快乐，然后祝她身体健康。另外，外界关心院的交配环境，院方表示会伫11月专家会议讨论。伊的小妹空喙状况真好，体重、呼吸甲毛拢是正常。会心情评估看如何和母女两个人团圆。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自细汉我就最爱甲爸爸妈妈出去佚佗，因会带我去坐火车世界游览。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车头。车头汉字写做车头，罗马字写做呲牙车、特鳌头。车第一条，头第5条。车头是火车站的意思，火车咧让人落车坐车的所在，唔是火车的头一节咯。咱若是要讲拖规只火车的迄粒头，咱叫做车母，也是火车母。较早高铁、飞轮机无即马才实行的时阵，咱若要去较远路的所在，拢会坐火车较济。就安尼，车头正做要甲人分开，还是做伙的所在，毋只有袂少流行歌拢甲车头火车有牵连。要坐火车爱先拆票，若是直接去车头拆票，内底有专门咧互人拆票的窗口，服务人员会问你讲要买当时的，要坐到倒位，要拆几张，敢有要拆来回票。我买一张4点20分台北到高雄的车票，嘛会使讲我买一张上紧到高雄的车票。车票拆好，要坐车就要踮月台听候。要入去月台时，爱先伫遐互铁路局的人加票。你若是要入去月台送人坐车，就要买月台票。俗语讲落车头无探听，意思就是讲落车头来到一个新的所在，煞无去探听当地的人物状况，咧讲人袂晓看人，看人无，有眼不识泰山的意思。还有一句俗语是“鸭做头会歹火车”，是咧譬如人嘴真白、真严，要甲重要的消息也是秘密。讲互人知，什么？你就头中1亿？溜、车头、车母、拆票、窗仔口、
月台，落车头无探听，加座头会排火车。车票拆好，我要紧来去车头坐火车。今仔日的大港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